行傳第13章，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，就是巴拿巴稱呼尼結的西面、古內人的路求與分封之王希律同樣的馬廖及掃羅。他們侍奉主禁食時候，聖靈說：我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照他們所做的工。於是禁食禱告，按手在他們的頭上，就打發他們去了。他們卻被聖靈差違，就下到西流基，從那裡坐船住塞浦路斯去，到了撒瑪拉米，就是在猶大各會堂裏傳講神的道。他們有約翰作他們的幫手，經過全島，直到帕弗，在那裡見一個有法術假冒先知的猶太人，名叫巴耶穌。這人常和方伯是求保羅同在，是求保羅是個通達人。他就請了巴拿巴和掃羅來，要聽神的道。只是那行那法術的以呂馬翻出來，就是行法術的意思，敵擋使徒，要方伯不信真道。掃羅又名叫保羅，被聖靈充滿，定睛看他，說：你這充滿各樣詭詐奸詐惡魔的兒子，眾善的仇敵，你混亂主的道，正道還不能止住嗎？現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，你還要瞎眼，且不見日光。他的眼立即就昏矇，黑暗四下，家在裏求人拉着手領他。方伯看見所做的事，就希奇主的道，就信了。保羅和他的同人從弗帕開船，來到旁非利亞的別迦。約翰就離開他們，回到耶路撒冷去。他們離了別迦，照前行，來到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在安息日進會堂坐下，讀完律法和先知書。管會堂人叫人過來，對他們說：兩位兄台，若有什麼勸勉群眾的話，請講。保羅就站起來，舉手說：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，請聽！這以色列民是從民的神揀選了我們祖宗，當民寄居埃及的時候，抬舉了他們，用大能的手領他們出來，又在曠野容忍他們40年，既滅了迦南7族的人，就把那地分給他們為業。此後他們設了立了士師，約有450年，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時候。後來他們求一個王，神將便雅憫支派中的基士兒子掃羅給他們作王40年，既廢了掃羅，卻選了大衛作他們的王，又為他們作見證說：我尋得摩西兒子大衛，
他是合我心意的人。凡是遵行我的旨意，從這人的後裔中，神已照着應許的，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王，就是耶穌。在他沒有出來以先，約翰向先知眾民趕悔改的洗禮。約翰將行盡他的旅程說：你們以為我是誰？我不是基督，只是一位在我以後來的。我為他解鞋帶腳上的鞋帶也是不配的。弟兄們，約亞伯拉罕的子孫和你們中間敬畏神的人，這救世之道是傳給我們的。耶路撒冷居民的人和長官因不認識基督，也不明白安息日，每天趕先知書，就把基督定了死罪，正應驗了先知的預言，既查不出他有多死的罪來，還是要求彼拉多殺他。既成了經上記載一切話，就把他從木頭上取下來，放在墳墓裏。神卻叫他死裡復活。從那加利利同地上耶路撒冷的人，多日看見他。這些人如今在民間是他的見證。我們也報好信息給你們，就是應許中的話，神已經向我們這作兒女的應驗，叫耶穌復活了。這正是詩篇2篇記着說：你是我兒子，我今天生了你。論到神從死裡復活，不再歸於傅考。這樣說嚟，我必將應許大衛的聖靈可靠的恩典賜給你們。有一篇說着說：你必不叫你的聖者朽壞。大衛卻在世的時候遵行神的旨意，就睡到他列祖中已見朽壞。唯有神的復活的，他從未見朽壞。所以弟兄們，你們當曉得，赦罪的道由這人傳給你們的。你們靠摩西律法，在一切不稱義的事上，信靠這人就有福了，就得稱義了。所以你們務要小心，免得先知書上所臨到你們的話，所說的臨到你們。你們說這輕慢的人觀看就稀奇，要滅亡。因為你們的時候，我行一件事，卻有人告訴你們，你們總不住信。他們出了會堂時候，眾人請他們下安息日，再講這話給他們聽。教會以後，猶太人和敬虔的猶太人有許多從保羅、巴拿巴的人，兩人對他們講道，勸戒他們，務要恒久在神的道恩中。下到安息日，合城的人幾乎聚集，要聽神的道。但猶太人看見這樣多，就滿心妒忌，不辯駁保羅所說的話，卻要誹謗他。保羅和巴拿巴放膽說：神的道是給你們，原是應當的，只因你們棄絕這道，斷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們就轉向外邦人去。因為主真吩咐我們說：
我們倚賴你作外邦人的光，你的施行的救恩直到地極。外邦人聽見這話就歡喜，讚美神的道。凡預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。於是主的道遍了那大地方，但猶大人挑唆敬虔的尊貴的婦女和城中名望的人，逼迫保羅和巴拿巴，將他們趕出境外。兩人對眾人踩腳上的土塵，住以哥念去了。門徒滿心快樂，又被聖靈充滿。